食饭纳钱，这天公地道。不过台中有一间海产餐厅的头家娘拜托大家，伊讲伊有拄到一道的人客，两男一女，食3000几块，敢若是啉酒醉离开的时无纳钱，伊等几啊天拢无等来纳钱，所以真苦恼。台中中华路这间现行的海产餐厅，变到到暗时夜，拢有真侪人客来食好料，有摊行白虾仔，真大盘的红鱼仔，佮有行新鲜蚵仔，生意阁袂歹。不过头家娘煞拄到麻烦的代志。伊伫咧台中在地社团面册铺文，拍出监视器画片，两个查甫一个查某坐一道，哪管秘鲁哪食摊行海产。头家娘铺文讲，迄天暗时啊食饭的气氛真惨，食饭饱袂记得计数。本来想讲过顿讲酒钱，因就会转来付钱，不过等啊等，忙啊忙，可能真正是袂记得，才伫咧社团顶铺文来甲提醒。吃饱的时候，大家账单拿到，然后就开始 share 说，谁可能吃了多少，我们付多少，或者是总金额，大家做一个摊分这样子而已。对，那他都喝醉的话怎么办？总是有没人喝醉的。去之前应该就会说谁要带钱，谁要付钱。真侪人同齐做伙食饭，拢会先讲好啥物出这顿，迄只是饭食完，大家讲价出。头家娘私底下讲，因食这顿3000外块，无继续人就走，应该是啉个醉气，袂记得转来付钱，会继续等因转来。若是等无人，才会考虑报警处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